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今日嚟到參與由星展豐盛理財 Wellness 生活系列直播研討會。咁我係今日嘅主持人 Giselle 林偉善，大家好。咁喺我身邊咧有我哋今日嘅嘉賓。咁今日嘅主題咧就係phụ嬰升學應該從何入手咧？咁我哋今日咧非常之開心啊，好榮幸邀請到香港資深升學顧問以及專欄作家 Samuel 陳思銘上到嚟同我哋傾下偈，分享一下㗎。咁我知道啦，咁 Samuel 咧其實由9歲開始咧已經過咗英國度留學啦。咁喺2012年咧回流翻到嚟香港，咁啊創立咗英式教育 Britannia 嘅喎。咁專營咧就係英國中小學寄宿學校以及一啲大學嘅配對服務咁樣嘅。咁 Samuel 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，到底我哋應該點樣選擇英國名校啦？申請嘅一啲程序啦，同埋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嘅事項等等咧，我哋今日真係有好多問題需要請教你啦。咁喺直播研討會嘅最後咧，我哋將會仲有一個問答嘅環節㗎，咁嚟去解答大家報名嘅時候咧留低咗嘅一啲問題嘅。咁如果大家喺研討會途中咧有任何問題想問都可以㗎喎，咁就可以隨時喺你哋嘅 message box 入邊咧輸入你哋嘅問題就可以㗎啦。咁所有今日嘅參加者咧，都希望你哋會可以留到去最後啦。咁因為咧，去到最後嘅時候，我哋將會有一個投票嘅環節。咁咧，大家有機會可以得到港幣1500蚊嘅酒店禮券㗎。咁而抽獎嘅結果咧，亦都將會喺直播研討會結束之前喺度公佈嘅。咁活動需受有關條款同埋細則約束㗎。咁再一次提提大家，今日嘅內容咧，僅代表講者嘅個人觀點，並唔代表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嘅立場㗎。